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4月初3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9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免惊吓。咱讲人生毋是拢总安尼一帆风顺啦吼，总是会拄着这个月娘无圆的时阵。人生总是会拄着困境，无顺利嘛时常会出现。烦恼是真自然的代志，但是呢，伫基督的信仰内底是应允咱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，咱就会通得到平安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先知安尼宣告：雅各啊，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啊，立着你的迄位安尼宣布，毋免惊，因为我已经有救赎你，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属于我。你经过大水的时，我要甲你同在；你过大河的时，水袂甲你淹没。你对火的中间经过，一定袂伤着，火焰嘛袂甲你吞灭。因为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的救主。我用埃及做代价，甲你赎回。用伊索比亚甲西巴做你的替身，因为你伫我的眼中真宝贝。我看重你，真疼你，所以我用别人来代替你，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。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我要对东方带你的后代，对西方来召集你的子孙倒转来。我要对北方讲放音去，甲南方讲毋通口流音，互我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，我的儿女对天边海角倒转来。所有归我的名的，属于我的，就是我所创造塑造，为了我的阳光做的人，拢会倒转来。咱知影，这的经文所讲的雅各，咧代表以色列人，是以色列人咧面对亚述巴比伦的入侵。以赛亚宣告着上帝应允以及拯救。以赛亚的预言也是咱真实的，就是亲像今日的经文，伊要面对苦难威胁的这个以色列人，毋免着惊，因为上帝要应允保守看顾。保罗写互腓立比地区的基督徒来激励因，因为保罗以及提摩太真正真心来关心遐个基督徒的生活。保罗也表达着伊的烦恼，但是迄是出自关心甲疼。保罗提到着讲，伊甲提摩太的关系亲像爸囝关系共款，因对教会的态度甲基督徒的态度也是安尼，也就亲像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甲世间人共款，所以无需要惊吓烦恼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9节到24节记载：我毋望主耶稣，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来得到激励。只有伊甲我同心，真正伫关心恁的代志。众人拢伫追求家己的事，毋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毋过提摩太会做人，恁拢知，伊甲我亲像爸甲囝做伙，为着传福音得服侍。安尼，我一个知我的代志有甚物结局，毋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。我确信主嘛会互我真紧
去见恁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这会受领的人倒转来释安的时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个人讲，上帝为着因做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会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雪的地有溪水搁在流，流目屎也整止的会出欢喜的声受歌。流目屎带整止出去的，会带着伊的袂困，欢欢喜喜倒来。感谢上帝应允看顾，帮助阮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会通得到保守，无需要过头烦恼惊吓，总是会通得到平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